镜头登来看国内，国民党今仔日办全大会，正式定调新北市长侯友宜选2024的总统。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嘛有去到现场，侯友宜就随去甲揽泪表达心意。另外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刊文，讲真正的民意永远大过党意，佮讲伊会为大选带来新的风格。外界认为郭台铭这就是拍算要参选到底。 新时代金镜头送来揽调咧，展现满满心意。国民党全大会侯友宜提前伫门外来迎接，也当面向韩国瑜谢谢咧。念过侯友宜民调继续增加，也引发基层着急佮烦恼。再去现场就真侪韩国瑜的支持者，大欢爱韩国瑜选总统。在4年前，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，侯友宜做了无够，他对伊也真歹势。所以，我两个斗阵行，斗阵拼。 过中华民国过台湾这个土地，我们一定要让贪污腐败、谋财害命的民进党，在中国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，下架民进党。 两个人大和解揽调咧，韩国瑜也写下3个愿望，包含中华民国国运昌隆、两岸和平交流、永远没有战争等。全大会正式通过定调侯友宜为国民党2024总统参选人，助力融化出爱团结在野，组执政大联盟。让我们非绿能够大同盟、大联盟。未来执政之后，我们还要大家共同建立一个和平。 安定、公平、正义的执政大联盟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同一时间也伫面试发文，讲真实的民意永远比党意较大，看愈济心念是愈坚定，强调一定袂互大家来失望，也有大选甲政治带来新的风格，也互外界解读是要参选到底。我到花莲去参加活动，我想回来再给大家报告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这就算是类参选吗？谢谢大家。 民调话题，郭台铭拢无正面来回应，侯友宜是表示会团结所有人的力量，既然互相的信念是共款，就团结社会。不过全大会部分支持郭台铭的议长甲法律官长徐正伟拢无出现，表示国民党整合必须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